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的。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这波疫情，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其中艺文甲观光旅游产业的冲击阁特别大。所以市长延续日前宣布成立纾困专案办公室以后，28号进一步针对文化艺文甲观光旅游等产业推出限定台南的相关纾困方案，希望加减弥补大家损失。因为明年3期境界真侪艺文活动拢激动，毋是停办就是延期，对着表演工作者还是艺术家拢造成真大冲击。所以，市府公布纾困专案办公室以后，28号再次设定艺文产业，推出只有咱台南才有的纾困方案，希望将冲击降到上低。其中文化局长就表示，包括艺文场馆委外权利金的减免，以及鼓励表演艺术工作者伫线顶制作影片、市府拢有相关的补助等等。那第一个方案是针对我们艺文场馆委外的这些单位，以目前在台南市文化局所辖的这些委外单位，大概有30几处。那我们目前就是针对委外的权利金会给予减免。那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在上半年春季的艺文补助的这些团体，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执行，所以我们就同意延到我们的年底办理都没有关系。那如果你因为疫情而无法执行的，那么我们也会补助部分的已经支出的相关的费用。那另外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我们也鼓励我们这些视觉艺术的艺术家或是团体，可以做线上的策展。让我们很多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也可以看到很棒的这些展览。那另外针对表演艺术的团体一样的，我们也鼓励他们在家做所谓的表演艺术的线上的一些影片，那提供给文化局，我们会把这些影片放在网上让民众来欣赏。同样，我们也给予相关的补助。那另外就是台南市有很多的这些独立书店，非常的具有特色，所以我们也鼓励这些独立书店针对他们的选书或是选物做成影片，那么我们也会补助他们导读这些相关影片或物件相关的费用。那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那利用这一段疫情期间，我们也鼓励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跟创意进行不管是剧本、剧场或是舞蹈或是音乐等等的这些创作。那么我们每个案也补助上限新台币20万，来鼓励这些艺术家在疫情期间，那不要停止他们的一些创作。另外，台南是观光城市，所以观光旅游的相关产业拢是重灾区，所以市府嘛宣布，包括旅馆、大房业者100成的定价补助，等3大防疫纾困。真侪嘛拢是限定台南才有的补助。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一个规模、营业的规模旅馆跟民宿，那不同的营业规模用房间数来认定那我们有2万、4万、6万、8万总共这样子有几个集聚来给予这样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补助那如果是我们的防疫旅馆的业者，我们防疫旅馆的业者现在目前还是继续在帮忙我们在执行很辛苦的第一线的勤务那当然它的备品耗品会用的更多，所以呢它会有这样子根据它的一个房间数的一个提供，我们会给予它也是这样子等倍的一个加倍的一个金额来补助这是案1。那纾困方案2呢是台南好给力这也是市长的一个创想跟一个思考我们针对这个纾困贷款的一个利息补贴只要是能够获得核贷的金额，我们给予0.25%的一个利息补贴那这跟中央有什么不同呢？中央的部分就是大家也知道它必须要有营利事业登记证或者是税籍资料，这样子它才能够去申请观光产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那个贷款的一个利息补贴，纾困的一个利息补贴对此，市长强调，包括民宿、迪拜再开店业者，中央无法度补助部分，市府嘛愿意补贴。有几个是台南限定的，包括中央的政策没有办法帮忙到的观旅业者、旅宿业者像民宿像那个观光管罚。什么叫观光管罚？就是做竹筏来游这个西湖的这些业者他们没有办法从正式的银行获得申贷，说必须要用信贷。信贷的话中央没有办法补助在那个区块，那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比较这个帮忙不到。那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愿意帮忙他们负担一些利息的补贴。当然，所有艺文观光相关的纾困加补助方案以及如何申请，市府表示一定会尽速公布伫网站，同时嘛会先甲相关团体联系。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防疫减少户外人潮聚集，同时客家民众挂嘴安，各分局的环境拢需要额外付出人力来巡逻，所以市府研考会甲结合民间团体，共同开发出一种会当侦测连续5分钟有超过10个人，得向警察单位发出警告系统，相当特别，已经成为全国首创。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晶片，不过可以当侦测户外范围10公尺内，若有超过10个人聚集，得当自动发出警告，接出来通报当地分局的环境，让因知影地点甲人数，马上到场处理。对疫情期间环境执法的效率有真大帮助。我们研考会跟民间团体呢，首创开发了群聚的警示系统。那透过我们的NB-IoT 的技术，一个晶片的装置就是这个晶片的装置小小的一个晶片的装置。那这个 NB 就是载频的意思 ，IoT 就是物联网。那我们这个晶片呢，可以累计手机蓝牙讯号，那计算出群聚的人数所以当10个人在户外
在方圆10公尺内呢群聚的时候，系统会自动传赖的简讯给警察。那在附近的警察就可以去劝导这些群众，那警察就不需要漫无目标的去巡逻。这款户外组织的警示系统是市府研科会甲民间团体合作开发，除了增加警察执法的效率，减轻人力负担，对我的适当达到降低人群组织，而且无自身安全的顾虑，已经成为全国首创。跟许多科技厂商来这个合作，开发出这一款就是说户外的这个群聚的自动警示的一个系统。那将来我们会建置在户外，那如果有碰到超过，而且这个群聚的人数是可以调整的那如果现在是户外10人，那如果在10公尺内的距离有10个人的话，那它就会自动这个来警示。怎么警示呢？会告知我们派出所内的这个员警，然后这个员警就可以出门，知道说他的定位在哪里，就可以去执行取缔的这个工作。根据了解，目前店市已经设置水平公园等10大容易人潮聚集的所在来示范，希望用智慧科技来辅助防疫，而且市民确实遵守规定，尽量减少无必要的外出，避免组织感染。但新闻馆及林根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关系，民众尽量减少无必要的外出，连带关会以外嘛减少，造成全台会库库存一直到记者查个为止出不到5天。所以林宝贵文教基金会结合国民党担市党部，这礼拜日30号将伫永康探索公园举办关会活动，呼吁符合条件民众安心来关会，已经做好完善的防疫。永康出身的林正王董事长，每当以林宝贵文教基金会名义，拢会结合爱心社团举办一个公益行动来回馈社会。这回因为看到疫情严峻，民众减少出门，造成全台会库已经面临20天来上大欠缺。根据27号台湾会议基金会统计，全台会库库存量只剩4.9天。所以30号这天，基金会最早的定好的关会活动并无取消，甚至佮结合国民党担市党部的力量，希望加强宣传，如何用爱来防疫，迈将防疫做甲完善。祥利工业有一个林宝贵基金会啦，这是无对外在营业，我们是把祥利工业一些资源透过林宝贵基金会来这个社会做一寡公益事业啦。咱长期和市党部这边拢有咧搭配办一寡捐血来义运活动今年度咱看到讲疫情这么严重咱感觉讲尤其看到所有的全国拢咧血荒拢欠血咱所以讲要特别和市党部扩大迄个范围啦上重要是讲咱看到安尼，本来咱嘛是咧想讲，若疫情这么严重，咱嘛无一定会使延期啦，但是咱的全国指挥中心伊就讲捐血这个活动可以做，毋过阮主办单位我嘛足戒慎恐惧啦所以阮同意的是一寡除了迄个社交距离以外，隔离措施、检疫，包括你的量体温包括防护措施，阮拢会做啊足到位。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紧张，民众唔敢出门，造成会库欠缺，所以敢会烦恼民众也是无意愿来出门。对此，国民党市党部主委表示，因就是善尽一份的心力，一定会做好防疫，且民众安心拥有发挥爱心。其实这个捐血的人数我们评估起来是当然不像一般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那么好了不过，因为这2个礼拜以来，其实疫情真的是升温得很严重，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宝贵文教基金会愿意跟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30号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我们永康探索公园举办这一个热血澎湃用爱防疫的这个有意义的捐血活动。在这里，市党部也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只要你觉得
你的身体状况还 OK， 主办单位跟台南捐血中心一定会用最严谨的态度，做好一切的防范疫情的措施。台湾加油！台新闻顾问及林庚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随着疫情进入社区流行以后，每一天大家拢烦恼，敢会无意当中甲较真正有接触受影响，并且需要隔离等等。加上配合防疫，真侪人伫厝内出现心理压力，所以卫生局特别推出安静能希望这5字诀来稳定大家心灵。随着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哪来哪增加，伫防疫期间，为了避免民众焦虑的产生。专家除了提出增加心理的韧性，莫规工浸伫个中国的媒体资讯，过头专注伫个确诊者的卡件以外，另外市府卫生局嘛提出安静能希望5字诀来稳定心灵。5大招哈，第一招是安哈，安就是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怎么注意安全？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还要注意你的社交距离，哦，这样才能保持你的安全哈。第二个就是要静，那静的部分就是最近很多疫情的报道大家可能心情也会因为疫情报道有起伏心情会比较乱。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要适度的去调整你观看疫情报道的一些情形。那再来就是要保持你的心情要安静，这样才能减少你的焦虑那第三个就是能的部分就是你要多运动，补充营养，还有一些充实你的防疫知识，这样才有办法提升你的防疫的能量才能知道说怎么去应对疫情的发展那再来就是大家可能都被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没有办法外出，那你怎么跟你的亲朋好友联系？你可以利用网络利用我们的电话。跟你的朋友继续做联系关怀，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网络跟电话，大家互相鼓励，这样才能平安的度过我们这段的期间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那望的部分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疫情处理要有信心。那大家在看到疫情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对疫情会结束过去的。这些正向能量我们要对抗这个病毒，其实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大家对我们所做的这些防疫措施有信心的话，我们才能产生正能量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我们才有办法挺过这次的疫情。除了5字诀稳定自我的心灵，另外卫生局嘛鼓励民众随时了解家己的心情指数，是毋是伤过头郁卒。如果有问题，会用卡1925的专线，或者是免付费的心理咨询预约专线3352-982，拢有专人为你来疏解情绪的压力。台南新闻林庚采访报道。对了，相关疫情的消息，嘛来关心其他医疗资讯。台南市一名40岁陈姓男子，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尿毒，已经洗腎6-7档。日前，医护人员发现因的血管上压，已经影响到洗肾，已经过血管扩张手术治疗，已经会当安心来洗肾。这会了解。基美医学中心肾脏科为提升瘻管的照护品质，使用E-form的电子表单系统，对建立初次的使用瘻管，第一届注射评估记录。记录瘻管的照护，每个月评估，然后甲院内的病历系统来连接，不但互电子表单更加有效率，而且透过定期的评估甲记录，会用个避免瘻管完全来塌掉的。
管的话，其实我们分为2种，一种就是自己的瘘管，一个就是人工的瘘管。那自己的瘘管的话，是将动脉跟静脉互相的连接。那如果是人工的瘘管的话，就是外在的一个管子，然后接在血管里面。那通常一个病人做好瘘管之后，他是使用一辈子的。那除非这个瘘管已经坏掉了，不能再用了，才会建制新的瘘管。那当然，在洗针的过程当中，其实瘘管会发生很多的状况，比如说狭窄啊，或阻塞，会有血块等等。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心脏血管内外科或者是放射诊断科来进行一个经气球血管扩张术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做完之后，等于是一个修复的动作，瘘管就可以继续再使用。那表单系统的话，就是由医疗端自行设计，然后设计完之后呢，再跟资讯端做连结，所以它可以根据医疗端的需求，然后达到很快的效率就建立写表单。那我们建立表单之后呢，由医疗端填写完之后，我们可以做后台的统计，包括说，这个月有状况的病人是多少，或者是病人的话有哪些呢，在这个月去做一个手术，那可以对我们的资料做更多的分析。因此，我们透过电脑医院的医风的表单来建立我们瘘管护照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洗肾的病人洗肾的品质更加提升。基美医学中心肾脏科医师陈瑞义表示，洗肾的瘘管是洗肾患者第2条生命线，透过病院的心脏血管内科、外科、放射诊断加肾脏科的跨领域合作，不但会用掌握病人的病况，而且嘛会提升洗肾瘘管的照护品质，和洗肾病人的安全搁再提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相关的天气变化。现在是7分，第将准好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2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